位電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起來咧，我是鍾怡群阿群妹。這對人來講，真嘅係非常重要嘅事情。啊，唔過人識的東西，你要好好了解冇。今日嘅節目當中，就會來同大家來分享，同呀神農教育課程有相關。大家冇想講，神農教育唔就細年嚟去上課就好嘅啊？嘅對人來講，有乜嘅重要係？今日嘅節目當中，就會來同大家講，原來神農教育對自家來講有幾重要嘅。細細格格來分享，節目地都有請到嘅來賓來分享呀，神農教育集體嘅創辦人來分享，請麗娟分享。大家好，我是麗娟，很高興今天可以來到這裡跟大家一起分享。好，歡迎麗娟姐來到節目當中。謝謝。接下來分享，同樣來咗神農教育嘅呀夥伴哦，韓國今日有一個品牌哦，等下張過來好好來同大家小姐分享，賴美娟分享。大家好，我係賴美娟，東方喜今日來了大家熟悉。哦，分享兩位，然後歡迎兩位來到節目當中。麗娟姐係客家新 Q， 哦，客家。你要講客家話？人家他就講的呀，很厲害，很厲害。然後美娟姐自家就係客人，係我竹東客人，竹東客人啊。哦，今日東方喜有請到兩位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請先同大家來講一下。這個麗娟姐自家有一個神農教育基地，有一個食農教育的基地。是這個基地，它是一個怎麼樣的基地？是怎麼樣的空間？一開始為什麼會想要有這樣子的一個地方？是對。好，跟大家來分享一下，就是說我本身啊，就是宗教的關係，我吃素已經30幾年啊，實在哦，32年，對啊，很厲害。這只是一種習慣。那我們講說，以前剛吃素的時候，就會吃一些加工品，很多。對，但是加工品對我們來講添加物太多，就是那種什麼素排、素料啊、素火腿啊，豆製品很多。對。然後後來我們就想，發現現在環保的意識提高，然後對我們身體有益的東西，原型食物很多。那我們就想說，可不可以把原型食物也把它創造出素食的料理，讓那美味啊可以打進每一個人的心裡。哇，這個其實沒那麼簡單。比如講像人家現場看到的呀，這是一個雞排吧，炸雞排。對，它不是真正的不是說不是真正的，沒有粥對，它是沒有肉的，對，它是素的，對。它是杏鮑菇加一些大豆製品下去調味，然後把它做出來。我看到我就在試試看，我看到我在流口水，因為呀，就是普渡真銀蔥都播雞排共用，這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這是你們自己出的，對，我們自己研發，經過很多次的失敗，終於有很好的成品出來。經過很多次的失敗嗎？我們家的人一直在研發過程當中吃到。不要再叫我吃了！怎麼會這麼好吃的東西？這個會有種，就是做這種做食材，然後還有做生產加工，很容易就是會有職業傷害。你說吃太多嗎？就是一直不斷的吃。可是很好吃還不錯，而且不會有那種塑料的感覺。對，因為塑料就是會有很多多餘的加進去的香料的味道，但是呀，就是很單純，你甚至還吃得到一點點菇的味道，它裡面很多杏鮑菇，對，而且它的口感做得很好吃，很有口感。對，我不能說它做得很像肉，它做得非常好吃。給吃起來就是有一種很滿足的感覺，讓你有一個主餐的感覺。對，所以也有出像我們這邊有看到這個，像是可以有販賣的這種，對，很方便。對，就是說大家拿回去，因為這個沒有添加物，所以一定要放在冷凍。哦，單片包裝就方便他們。小家庭啊，或者是說想要吃一點，打開了就可以用。所以麗娟姐，你的基地就是也有賣瓊暗勇給素食的食品，對，就是冷凍包冷凍食品。我們現在人太忙了，一回家就可能打開什麼。倒出來加熱就可以吃了，微波就可以吃了。而且不僅僅有這種哦，還有後面我們看到那個照片，看起來像牛肉湯、牛肉湯。對。我跟空姐就懂蠻久，很滿足的感覺。對，像很忙啊，回來就把它倒出來，然後加熱麵加下去，燙下去就好了，加個菜，對，就一餐就解決了。哎呦，清好，對，所以讓大家。是在每週的清涼，是都哈空天的。這個是你一開始創立這個基地的初衷。對，我也喜歡說分享給那些沒有吃素的，他們吃起來
也可以接受。的吃起來有給你很大的回饋嗎？比如說他們第一次吃到這個，有啊，很多人都吃不出來的是素食，真的對，然後就是分享有一些人覺得說素食不好吃，吃過以後就覺得說哇，你做的不一樣，其實也不錯。這個我有很深的感觸，像我們在辦活動的時間有順口。剛才辦活動的時候，然後那個接觸的窗口就說，那你們中午吃什麼？你都有該吃過些該是蠻趕我們吃飯包，但是我們的飯包呢裡面就是素食然後你跟他講說這是素食，懵用你說乾用個三，那的學員全部都沒實在如果你給我吃這個的話，我們可能會吃不飽，那我可不可以買點肉回來分享？那當然我們會說，好啊，如果說你覺得不夠。乾當然都在某被賣人轉來，可是那個便當一打開來的那一剎那，其實根本沒有人意識到該在，因為像人看亞給片的相片，哇，看起來個色目五彩繽紛呢，看起來就懂講，嘛個就有韓國菜，看起來又懂到，所以看起來就懂天空的感覺。是，就是我們吃素要多吃一些多種顏色的食物，對我們來講的話比較好，比較健康。對，真的就是我們可能太多年印象當中就感覺講，實在就冇澎湃，不過其實實在沒做的事都懂澎湃。現在不一樣了，冇通用了，冇通用了，真的冇通用對，所以是因為這個初衷創立了這個基地，這個基地還有就發展到比較更有懂得拆梯給很多小農朋友他們的農產品就會也進駐到空間裡面。對，因為我們這邊就是推廣友善，種植以及就是說比較健康的飲食方法，所以有一些小農回到鄉村來發展，區域來發展，他們除了付出勞力以外，也希望他們有一個通路。然後給大家認識他們，所以我們就會把當地的小農的產品在店裡面販售。所以地空間地度就有一點點像很漂亮的賣場，有很多貨架。對，看得到東東某 Q 用，然後但是都是麗娟姐有透過有挑選過的，也的品牌會進駐到裡面。是對。那這一次跟美君姐 Q 哈雷都節目當中，其實美君姐自己也有自己的品牌，但是這一次是因為跟麗娟姐來參加這個食農教育的活動。兩個人已經批合懂多年嘞。對，我們合作很久嘞。其實我們可能有就針對餐食這個部分，對，合作差不多就10年嘞。10年，按久個時間哦。有，因為以前我們都是每次辦活動的時候，大概整個3年，先規劃活動規劃好了，然後就開始想該幾條20碼東西，然後我就開始賣菜，該等。導覽結束的時候，帶進場域裡面做 DIY。做 DIY 的時候，我就利用 DIY 的時候開始，我就衝回廚房去，然後就開始煮菜，你知道嗎？就是人家小朋友在做 DIY， 然後美君姐要做一個，她煮菜。然後我還要特別交代，就 DIY 的老師說，你不可以這麼快就結束，想辦法。對，好慢的。然後是在煮菜，然後但是那個時候比較早期的時候是用自助餐的方式，所以那我們只按重盤，就你們是一家一家按重的，你就是一個大的盤子。對。可是每次辦完活動，我就覺得我已經整個人被掏空的感覺，然後我就想說麗娟姐給動我就是，然後我就把我的想法，我就說，因為大家來到橄欖給收菜，壽司橄欖幹嘛？走橄欖，還能學到橄欖。那這樣子一系列的從產地到餐桌，它才能夠完整體驗一個農作物從生的到熟的，它是怎麼樣進入我們生活的。對，我就跟姐姐講，她講。俺不管你煮嘛來菜，其實個色會這樣。天兒愛橄欖一天都地不得。剛開始想講橄欖，因為我們是客家人嘛，那當然我們客家人最喜歡就是吃，可能就是一些醃製品也要在裡面，所以想那個都會讓它添修，讓橄欖，好那個梅乾菜泡出來一條哈，把它結合起來。那至於你要怎麼做，好，那你就幫我想個辦法。所以就是我旁邊這一個，對，而且我們這全程都用橄欖油做，這懂香呢。對，呀米西皮起來，就那個泡菜的米西啊，鹹菜乾的米西，梅乾菜的味道。我家的婆婆每次吃這個最下飯了。這感覺就很下飯，我現在就很想要吃。所以這個裡面有橄欖，我沒有吃過鹹菜乾同橄欖的結合誒。但早期日本大陸那邊做很多，他們就是一整顆的橄欖去做，可是。
對我們台灣人來說，它有點大啊，怎麼是好吃，還不錯啦。因為傳統的印象當中嘅鹹菜乾會鹹啲嘅，啊，唔過加呀橄欖過後，佢有一種高香酸香的味道，有一點甜蜜多底度，感覺好好吃，是不是想要來一碗白飯？我覺得不用配飯，我剛剛那個雞排好像也可以配一下相關食品。對，我後來那個便當餐食，就是我覺得就是幫整個活動做一個很完美的句號然後美君姐你就負責呀，生農高有給鋪分，口場給鋪分就是美君姐來設計。對，剛剛有講到美君姐自己的品牌哦，其實頭擺泰嘎它底下是以之前的品牌橄欖先生，對，後來這幾年有一個新的品牌，對，去年開始的，對，去年開始，其實我們橄欖先生在地的這個部分，然後就超過40年的時間，但是因為我們的運氣很好。我們跟一般的農友比較起來，我們有一個機緣，從台灣走到了南非這個很棒的土地。我們在那個開普敦的這個位置呢，就是在這個水源地的這個附近，我們就有一個很大的一個面積栽種了橄欖。那但是因為我們做在地的產業，就是做在地的化的這個部分，我們做得非常的久了。所以客人講到橄欖先生，就是先想到蜜餞。柴梯蜜餞，蜜餞嘛，然後橄欖茶啊、橄欖粉啊，你講到橄欖油，就好，就不會只覺得想到我們。所以我們就在想說，那再來就是說，有時候參加一些政府的活動的時候，那橄欖油它就很常會被剔除。因為它的原始的它的鮮果不是來自不是來自台灣，所以我們就在想說，那但是我們還是很希望它能夠變成是一個原料，在台灣，然後我們可以結合對勞動都改青農就啊。因為不同的農作物，它不管無論如何，它很多時候都是需要經過油去做一個料理。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就表示說它其實它的應用是可以很大的。同台梯來給好，我們就想說，那不然就把這個油的部分，我們把它單獨拉出來，變成另外一個品牌，然後就有了一個新的，就是我們去年成立的那個懶人森果。我們就是想說取這個懶人懶惰的懶，懂懶死的感覺，橄欖的懶。懶心咩講？你真正動講的，你講懶心啊嘿，因為聰明橄欖心，怎麼樣用很簡單的方式，你就可以吃到好的食材，獲得健康。然後森果就是森林的果實，因為大概一種一台片嘛，因為講是種一蔥兩蔥，像我們就種了4萬多顆，你這樣其實一望過去也是看不到盡頭的。對，故事有講到有關呀橄欖嘅故事，韓國生農教育嘅故事，等下先休息一下，多陣來再個同大家繼續分享哦。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總醫院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啊，我同大家來分享生農教育嘅課程，有請到呀生農教育集體創辦人嘅麗娟姐，還個夥伴美君姐來到節目當中。剛才美君姐有同大家分享到，其實間不卡嘅品牌，先前係一個按到橄欖先生就講到嘅橄欖嘅蜜餞，還個橄欖茶，也就大家印象當中嘅也就產品，大家可能都已經有識過。董壽司不過也還有一個新的品牌，專門對呀南非做呀橄欖油來到台灣。不過其實大家會想講，美君姐家不看這片就按到嘅橄欖嘛，我們有去過啊，嘅橄欖鹽動態啊，橄欖果子咩動到啊，做乜嘅？台灣嘅橄欖果子總唔得拿來醬油來燜一下。今天的福氣卡拉 OK 就有想到美君姐同大家來分享一下橄欖嘅冷知識哦。冷知識嗎？也算是冷知識。算是吧，因為我們都覺得橄欖就橄欖，做乜嘅台灣嘅總沒醬油。會，我們每次辦活動的時候，我們都會問大家說：你們知道橄欖油在哪裡榨出來的嗎？很多人就會說台灣，我們種那麼多橄欖，為什麼我們台灣的橄欖不榨油？那我覺得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就是我們的整個生長的環境。
氣候，它不適合。那像台灣是好黏。好濕啊，比較冷，就是比較熱，比較濕，然後就是溫差的那個變化，也沒有麻木拱動態，好，就因為這樣子的關係，所以我們的橄欖基本上它的脂肪含量可能只有2到3%，可能甚至就說頂多最多就到5% 而已。有試過嗎？有試過，根本就沒有，就捏不出那種感覺，对啊，所以一般就是，但是我們台灣的橄欖很棒的地方是，台灣原生種的堅韌橄欖，它的根茎葉都是經過認證的藥材，所以它本身是以藥材的方式來面對市場大眾，就沒拿來醬油，就是英雄龍吃的那種蜜餞的那一種尖尖的，哦，所以第南非匈牙的金口的亞種橄欖就不是尖尖，就不一樣，它比較小顆，而且啊，你就是等它，如果它成熟的時候，你在樹上哦，你去採它，你就這樣捏下來的时候，你就稍微手指頭2隻這樣捏一下，你就是覺得手油油滑滑的了，因為它有大概23%的脂肪。麗娟姐有試過，我去過，然後有去过，然後我覺得那個軟軟的很像葡萄，我就拿來吃。好苦，对，比那個苦茶油還苦，因為吃到的就是那個橄欖的苦素，對，然後就是很珍貴的一種橄欖的這個營養價值。所以我也是常常有這個疑惑，就是說我們台灣就橄欖之後來做我們的拿來醬油，原來黑因為就是品種也不一樣，氣候也不一樣。對，那南非的話，它就是比較乾燥，早晚的溫差也比較大，那冷的時間也很長，而且還沒有下雨，它不會下雪，所以它整個那個氣候的條件環境就非常適合油橄欖。油橄欖，專門榨油的橄欖，榨油的橄欖，哦，原來會按的啊，所以台家己也吼，專門該不用的品牌，但是產品也不太一樣，但是產地的來源也不太一樣啦。對，古時候真多呀，生農教育嘅要在發體底度，一個係創辦人嘛，麗娟姐創辦人，然後美君姐是負責講師的部分，然後兩三人共下來合作。啊，不過生來設計啊，生農教育嘅課程，它是要怎麼樣去安排，怎麼樣去規劃，它的從頭到尾是怎麼做的？也請麗娟姐同大家分享一下。其實一開始是我們有一個這樣的空間，那我們就是這麼好的一個空間，那剛好美君她就常常就是當講師，不止當講師，她還寫企劃，那她覺得好好的來利用這樣的空間，那就爭取到那個水保署的一個輔導，那就來改造這個空間，現在非常的溫馨哦，歡迎大家一起來哦。所以那個環境就會做在到底度上課，然後呢，可能就是有一些課程的安排，還有冷凍包，或者是課程裡面，然後去加上手做午餐午餐手做，然後一家大小都一起來學習，對，有吃又有玩又有學習的一個空間。所以要在空間是會開放本大家來報名，對，大家都可以來報名。對，我們會有課程，然後會在我們的粉絲專頁上，一樣會就是公告給大家知道。對，所以像按用黑公電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黑公有興趣的話，就做在落去請啊麗娟姐嘅臉書哦，就做在請到呀報名嘅子欣。啊，不過上來呀課程底度做在活動嘛嘅，就像講師美君姐的同下的講也好，其實食農教育它是一個很完整的一個課程，你們有你們自己想要實踐的一套理論來同大家分享一下。你們覺得食農教育輕鬆有個事情還蠻幹？我們想要透過食農教育，就說一方面讓大家可以明白食物的，就是它是怎麼產生，然後最後它是怎麼樣進入我們生活。但是其實我們更想要分享是務農的這個職業的這個務農的這個職業，沒錯。那我覺得我們在課程裡面，我們就會把4Q的這個部分放進去。那4Q 的部分，可能它就是包含了像 IQ， IQ 就是智力的 IQ。對，現在種菜不是體力活，做農不是體力活，而是要有腦筋可以設計。對，以前我在講從頭以前啊哈，我爸爸妹妹講啊，那真緊我讀書哈，個腳頭有啊，腳頭卡個個親親哈，安怎好嘞？可是現在其實不是這樣，就是說你必須要有一定的腦力、想法、智慧去了解說，我要怎麼去栽種這個東西？對，好，你可能會遇到一些困難，那你要怎麼去克服？這不是說你不念書你就可以去解決的事情。然後再來就是說，你要有很好的 EQ， 你的產品產生了，你需要有很好的人脈去銷售你的產品，就像你們兩位的結合，對，我們兩個在一起，然後你還必須要很好的 AQ。
你像我們務農的時候是靠天吃飯，對，我就像我们種橄欖，我們有時候因為我們的台灣的原生種橄欖，嘿，训練是這樣，就採收嘛，跟訓練時間最多嘛個，就推風。哦。剛剛芒扎推風是現摘的，其實全部跌下來，全部都掉到地上了。那時候就有時候可能甚至嚴重到我們我們就是一整年的辛苦，就在這個時候，你是完全沒有一顆都沒有的。那這時候你怎麼辦？哭嗎？樹很高就上吊嗎？也沒有不行，好可怕。因為我們有小孩，我們有家人，所有人都關注着你，會很期待你能不能夠在這個產業上面有所發揮。那所以你這時候你遇到這個挫折，你必須要很能夠堅定自己的心智，怎麼樣趕快恢復自己的這個意志力，然後去把這眼前的困境去克服。但是我覺得就是說，無論如何生產任何的產品，不僅只是食品，就所有的環節裡面，其實 MQ 真的也很重要。MQ 就是我們的道德，我們的品格，我要怎麼樣在最好的時間，然後在最安全、最有品質的狀態下，把這個產品生產出來，然後讓它被消費者很安心的使用到，這就是我們的品格就是品格的掌握。我覺得這4Q 就經營很艱難的一件事情，就像美君姐剛剛就像講所有用按用講出的地方，每次都也就真經係港中的人，真經會面對到挺辛苦的素材，每係飲品上是這東西唔會想到的，故說。第到一件事情，專門跟生農教育按重要。我覺得你第一件事情以後，你會對你吃的東西會吃到感恩，你要有感恩的心去吃，你會很珍惜它。對，好好的去品嘗，好好的去吃對身體好的東西，然後就會也吃到生農教育應該本太家己的事情。但是唔單槍兩位東山忙勞也得第一傳本沙飛嘅所有嘅人以外，其實也得咩透過也得生農教育嘅課程，自己也有很多的收穫跟成長，對不對？真的，對不對？麗娟姐要不要分享一下？那個我們是不是有去過那個看小農種菜，然後讓你覺得？對，我們現在講說，其實我們現在人就忙着賺錢，但是他以為錢可以買到一切。但如果這些做農的或是織布的這些都不為我們服務的話，我們只有錢，什麼也買不到。對。那我們有去參觀過這些，因為我們的食材我們都會去嚴選嘛。那我們就曾經到一個那個小農，那也是百大青農的一個曾先生的那個農場去，我才發現原來有機菜要種出來是非常辛苦的。他們只要招蟲害，他們不用藥，招蟲害整片就都不能用了。然後我們就問他說：“哎，這個菜都交到哪裡？”他說：“大概都提供給國小學校。”對，我們新竹縣是有機蔬菜。好幸福哦。然後他們這個量很大呢。然後我說：“他跟我分享說：哎，有些學生啊，小朋友他不喜歡吃菜。我說那他有菜味嘛？”那我說，那你要怎麼克服？他說，他從水的多寡，他就可以去調那個菜，讓它沒有味道，是不是很厲害？是不是有學到知識？真的假的？對，我那時候也嚇到，我說可以從水裡面去調整水量，對，水量、陽光，還有那個溫度，它就可以調整那個菜，它的菜真的很好吃。這就是 IQ。對，很厲害，對，用科學種菜。對，按用就做的，種出七家上愛的菜，真的都冇簡單。對，那更不用說，因為有機的方式來種植，F Hero 其實每逢我們懂得小農，大家都知道，其實種東西真的愛看天吃飯。我也常常看我媽在那邊種菜，種得很辛苦，因為就種七家色嘞，她就種一點點。你每次都看家的按用種菜挺辛苦，所以像麗娟姐這樣子，自己也會有很多的收穫。對，也學習到很多東西。古時候你看。唔但像做得到地色傳他本太家，起家沒做得慎重，沒做得好事。故說還有東內容要同大家來分享，我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到進入節目當中。
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氣來咧，我係鍾意權阿權妹。喺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神農教育，邀請到神農教育集體創辦人麗娟姐，韓國夥伴美君姐，向下來到節目當中來分享。剛才有講到兩位同大家來分享也到神農教育嘅課程，韓國七家嘅書務。那美君姐，你係按用神農教育嘅講師，其實以前就係對七家嘅橄欖園開始做導覽的課程。對。然後後來漸漸的，已經範圍擴大到其他的不同領域、不同的農作的這個食農教育。係唔係沒有一類同仙草有關的呀經驗可以跟大家來分享？我覺得就是食農教育的整個過程很棒，就是說就日來日到後上癮。好，就是回鄉返鄉，然後跟我們一起在這個農業上面去做打拼。那像新竹有看到有感到，像我們在這個關西，那我們有關西仙草，剛好這個劉先生呢也是我們百大青農，自己跟我先生也是一樣同一屆的百大青農。那他的故事就是說，像他是爸爸，年輕的時候就是在外面打拼，然後回到台就是後來幾年賺錢之後回到家鄉，然後發現其實為什麼好像有很多的這個在地的農友，就種仙草的農友，他們的那個就是仙草的這個去處啊，就沒有一個很棒的，就是收購的價格。所以他就決定要把它就是在外國賺到的錢，然後就回來支持這個地方的這個農業的發展，然後就讓他兒子在這個整個運作上面呢，由他來主導，從收購在地的農友的這個仙草，然後到發展成仙草茶，然後去做推廣。我覺得這個部分就是說，其實是很棒的。那除了像關西仙草之外，就是這個玉大仙草之外，然後像我們自己的農友，有人是這個生產米的啊。有人做醬油啊，然後有的人可能就是他是就是專門做蜜的，好，那這些人呢，就是在回到我們鄉下，就是回鄉之後返鄉去務農之後，我覺得他們其實不是只是很單純的在整個農產經濟上面去做發展，像以我們自己為例，我們在寶山經營，我們就透過食農教育把科學園區的人，然後帶到農村，去體驗農村生活，去吃農村的菜，去過農村這種很悠游自在的那種慢的生活的體驗，所以他們很喜歡在假日的時候進入農村，你可以看到那個不用看車子的雞，這邊過馬路，不用看車子的雞，對，他們過馬路，對，他們都不是很差了。然後我們家的狗也是這樣子，就是過這條馬路是我的，好，那這個外來的車子反而要停下來讓我。可是你會覺得說，就是那種感覺，就是整個農村它活絡起來了。甚至像現在，我們不是只有在假日的時候才會很多人，我們即便是在平常的時候，幾個就是農村的重要景點，我們也會有很多的遊客進來拍拍照片啊。平日也是，對，平日也是就買東西啊，甚至像我們的土雞蛋，我們農友種的青菜，也都變成就是說，他可能就在自家的路邊就擺起來了，然後大家就會知道說，我知道寶山哪裡，常常會有老人家把自己種的菜拿出來賣，其實差死但是上來，然後就順啥賣了，按一家禮拜才是就嘞，我覺得還蠻不錯的。我覺得這樣子其實。我不確定這個跟美君姐一開始你做這件事情的核心有沒有一樣，就是你一開始可能某熊都會有按鈕給發展，對，一開始可能是覺得這件事情做起來很開心、很有趣，然後又幫忙家裡，不過他後來就知道，因為點都帶通整個區域的發展了，對不對？這是你一開始，其實一開始沒有一開始我們的想法就是說，怎麼樣先把自己的家業做好，就是這必須是實話。可是我們在做的過程當中，你就會發現，你一個人做只是獨樂樂，可是你邀很多的朋友一起做的時候，他不是只是眾樂樂，他的那個樂是一種，就是他擴散的速度跟他能夠成就一個地方的速度，其實是很顯而易見的。像我們也常會，我們除了自己做，我們跟農村做結合，一個農村結合，兩個農村結合，一個產業結合跟另外一個產業做結合，然後我們就可以發展出很多不一樣的，就是很創意之外的東西。我這樣很想聽舉例耶，比如說帶過的這一些食農教育課程，有沒有那他們的
產地到課程到餐桌，可以有這個一條龍的舉例，可以在節目裡面跟大家分享的嗎？我這樣說好了，其實一開始的時候，就像我們剛才主持人吃的這個油封的橄欖菜，其實這個一開始呢，只是我們很單純請姐姐幫我們，就說，我可能有這樣的想法，但是怎麼樣把它變成真正的產品？其實我並沒有真正就說一個很具體的想法。但是我跟姐姐商量完之後呢，好，姐姐把它做出來了，我們把它放在便當裡。可是每次吃完便當的時候，剛剛他就會講，應該就買嗎？又買嗎？有沒有賣這件事情，就讓我想到，對，怎麼？那我是不是本來我只是只要做便當而已，跟阿姨對買了一點梅乾，然後就請姐姐幫我做成一個便當菜。結果阿姨的梅乾也有通路了。對，然後而且我們這樣採購小的量，就是變成說餐食的時候，我們就是跟我們在地的這些阿姨們，你都不卡又走來揣，剛才那個梅乾哈，就拿來買不來，然後我就交給姐姐賣，然後我們再去找苗栗的青農。我們苗栗有專門做梅乾菜的青農跟福菜的青農，我們就說那我們來大量的我們來談大量的，然後我們就生產完之後就請加工廠，幫我們做成成品，然後一樣從農業的這個水保組真的變眾樂樂了，真的太感就碰它產咖，整個產業上面物流也是受惠的一個，然後包裝公司，然後我們其實客人吃了覺得好吃，就在門市採購。那我覺得我們按用共東亞的做的事情，其實我們一般天時地利前的觀眾朋友，大家沒做的起家來做，從自己開始都可以做，就算不是去上課，沒做的起家做，所以想要像那種專家來同大家分享一下，就像是我們一般民眾好了，做的對那點事情可以試來做，也是我們自己對於食物的一些對食物好、對環境好的一些做法，就是要惜福，那不要吃太飽。對身體比較健康，然後呢，我們要去用感恩的心去面對這些食材食物，想到每個農人的一個辛苦，那從這裡開始的話，在我們的餐桌，然後到我們的生活，應該都會有一番很好的收穫。對，心態改變了。我附和姐姐的話，就是我覺得怎麼樣做是最好，就是回到餐桌吃飯。跟家人吃飯，我覺得這是我們第一個可以先做的。不要再叫外送了，就說花錢討先低頭。我覺得回家吃飯這件事情很棒，因為一起在，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感覺，就是我們每次坐在餐桌吃飯的時候，我們有時候會嫌一下媽媽的菜，媽媽你這個應該，媽媽你這個煮不好吃，不咸，通常是不咸。對，媽媽怕鹹。對，或者說要麼就是說媽媽你這煮的這個都沒有誰煮的好吃，那我們就不敢講，春嬌會打我。我就會去問啊，我就會問姐姐說，姐，你那個上次你煮的那個菜是這樣煮的？記得你家的咖喱嗎？小孩子的咖喱。對，我家的小朋友很愛煮咖喱，為了他要吃咖喱，我為了他要學做咖喱這件事情，我就帶着他去吃很多不同的咖喱飯，然後吃完不同的咖喱飯之後，我們就在餐廳，我們就在回家的路上，然後跟爸爸媽媽，就跟我的爸爸還有我的就我公公婆婆，然後我們就討論這個咖喱裡面，我猜他有放什麼，然後我女兒就說媽媽沒有，她應該是放了什麼。這有沒有追動機呢？對，很厲害。她吃完，她回家，她就開始做，這麼厲害。做一做，然後我就說，那你缺了什麼？媽媽知道誰有，我就去找那個農友，我說我要買什麼什麼，然後我們就買回來讓她試。其實按用就會增給生意的窮生就可以是說是要的食物，認識食物的味道。對，這樣他出去外面他會找不到好吃的東西。我跟你說，不是一家人一起吃飯，感情會變好，家庭會變好。而且他還會告訴我媽媽，你挑這馬鈴薯一點都不對，就是不標準。什麼意思？因為他有時候我們也會帶他去上食農教育啊，去上別，因為可能譬如說我的專業是橄欖，對，但是高麗菜就不是我的專業，那我帶他去上這個課。去參加這個活動，他就跟我說：“媽媽，高麗菜要75天哦，如果你買到60天的、45天的就不行。”有，我吃到有檢查，因為媽媽就會真給本給上，他真的要種很久才會有一顆高麗菜。你知道，高麗菜，你媽媽種在玻璃菜，特別甜，是不是就特別甜？對，真給，這真的要花一點時間來訓練，你就做得好好認真去想去
你攝到嘅東西，算係用版來嘅，設計嘅可能就會低，就會知道，而且會攝到很卡空間。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大家鄉下安用做的攝到空間，韓國又做的帶動規個農村，韓國本大家身體很卡好，誒，所以也就係環境很卡好，經濟很卡好，來了解人很卡多，應該會帶動一點觀光嘛。其實這個是最好的，對於鄉下來講最棒，對於城市最好的一個發展。是，對，古時候今日董沈萌、麗娟姐、韓國美君姐來到節目當中，我們大家來分享好多東西。謝謝。每希望電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我記得好好看一下你說的東西係乜嘅，韓國記得要好好食飯，韓國專門卡食飯，我知道輕鬆有嘅。古時候沈萌大家今日結束可以休息一下，等下聽聽欣賞，聽下來做運動哦。大家知道有節目好看冇啊？我記得啦，我來福熙來嘅免數傾站，韓國話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咪記得我來傾站聽嘅韓國也影片嘅連結啦，記得我分享出去哦。